所有得到大台南公共运输职优的21位优良驾驶甲10间业者，上有伊个接受市长颁奖表扬。驾驶当中，对到日10几档到40档的拢有。今年上特别的，就是特殊贡献，由热心率先参与防疫客运车的司机林永春获奖。伊除了过去积极受训到日观光客运车，现在则是徛伫防疫第一线的任务，成为稳健的模范。其实这个服务跟在一般乘客没有什么不同啊，只是你自己本身的防护要做得很好，这样子。每个客人你都是要用心和耐心去服务他们，这样才会让客人觉得说下一次还会再找你的那一种心态。优良驾驶的这个表扬呢，我们这个特别贡献奖特别颁发给我们在去年疫情期间第一位义不容辞来担任我们防疫计程车驾驶的林永春先生，那他是属于台湾大车队。那我们去年在征选的时候，这个林先生呢非常这个有担当的马上来主动来提出说他愿意来担任这个驾驶，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特别贡献奖就颁给这一位愿意来奉献自己来服务我们市民朋友的这个计程车驾驶。面对疫情的冲击，市长表示，虽然去年载客量对原本2300万人次已经降到3成，不过今年除了持续防疫，如何加强服务来找回大家对公共运输的信心，嘛相当要紧。去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我们的载客数也有1700万人次。那我们希望说，这些都是如果没有搭公车，就可能是骑摩托车或者是这个搭乘小客车，这个会造成更多的环境跟交通的问题。所以如何强化公车的服务，这个是变成一个重要的课题。那今年又因为有防疫的需求，我们希望说能够确保民众对于公车的大众运输系统的信心，一方面能够使用公车，一方面又做好防疫。据了解，这摆得奖的21位优良驾驶，除了由市长公开颁奖，每一个人嘛得到12000块的奖励金。该奖励额度嘛是6度相关，显示市府希望透过边干、服业者和驾驶良性竞争，提供市民更较好的服务。但新闻，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